我哋依家去天秀墟買花 ，Go Go Go！點解你買咁多花嘅？就嚟過年應下節啊嘛！咁點解你唔買啲一盤盤嗰啲蓮花呢？一陣間翻去解釋你聽啊！好啦，咁等我解釋一下點解我唔買一盤過㗎啦。咁因為一盤嘅咧，佢只能用一兩種花啦。但係咧自己整嘅咧，一嚟又合自己心意，二嚟花種又多啲喎。等我俾你睇下我買咗啲咩花嚇。好，咁第一款咧就係銀柳啦。咁因為佢嘅諧音就似銀兩而受到歡迎嘅，象徵吉祥，而又諧音又似銀流，所以就係留住財富。咁第二種咧就係百合花，咁佢係純潔、幸福、百年好合，咁所以亦有高貴優雅嘅。第三種咧就會係菊花，象徵長壽同埋堅韌。咁因為菊花咧係9月開花，又可以有諧音長久嘅意思，有多福多壽、金銀滿屋之意。咁最後一款咧就係劍蘭，咁因為咧劍蘭咧係由根部由下而上咧去開花嘅，咁所以咧就有步步高升嘅意思。咁佢嘅顏色亦都非常之鮮豔啦，例如有紅色啦、黃色、紫色同粉紅色嘅。咁每次換水嘅時候咧，可以剪一剪劍蘭嘅花腳，開一個新口，每開一個新口，象徵開一次好運。咁其實咧，我哋仲有好多一盤盤嘅花啦，咁有5代同堂啊、水仙、富貴竹、桔同桃花，不過我就冇買到啦。而家就先俾啲花吸下水，養下先。你哋頭先聽咗咁耐，有啲咩分享呢？梗係有啦，除咗啱啱講嘅花之外，我仲知道農曆新年其實都仲會擺好多唔同嘅花。等我介紹下一啲少見啲嘅花啦。第一種係朱頂蘭，象徵住成功、好運、力量、決心，唔單止可以增添節日氛圍，仲可以為新年帶嚟積極嘅能量。另外一種係馬蹄蘭，象徵住純潔同埋和諧嘅，佢哋高挑嘅花型象徵住嚟緊呢一年嘅順利同埋繁榮。係啊，我仲知道有2款少啲人知道嘅花。第一款呢係火棘，火棘嘅枝條葉形同埋果實呢，就同古代嘅狀元帽上面嘅裝飾非常相似，所以呢，有一個十分吉祥嘅俗稱就叫做狀元紅。狀元紅呢一個名呢，非常之得人中意，佢具有升官、金榜題名嘅好意頭。第二種呢係羅漢松，象徵住長壽、守財，寓意住吉祥嘅意思。喺廣東地區民間有一種說法係家有羅漢松，世世不受窮嘅講法。中國古代官員呢，亦都好中意喺後院呢就種植羅漢松，視佢哋為官位嘅守護神。哦，啱啱咧都講過梅花同桔啦，咁其實我記得咧有其他國家都會放嘅，不過佢哋嘅寓意咧反而係唔係幾一樣。咁例如越南啦，梅花咧就係象徵春天嘅來臨，而喺日本咧佢就同倍同音，象徵住繁榮。而喺韓國咧就係象徵住希望。咁喺桔方面咧，咁中國嘅年桔咧就係象徵住團圓同埋富足，寓意大吉大利。喺新加坡咧就係象徵住招財進寶。咦？咁呢一陣咪插花咯。咁等我最後講啲小貼士你哋聽啦。菊花咧盡量都唔好同劍蘭擺埋一齊，因為菊花嘅花香咧會催熟劍蘭，同埋臨近過年應該避免選擇尚未成熟嘅切花，同時應該避免挑選過度成熟嘅花。養護插花嘅時候咧，應該注意避免陽光嘅直射，同埋遠離熱嘅嘢，用除綠水嚟養花，咁就可以有助延長切花嘅評賞期啦。係啊。另外喺傳統嘅習俗上嚟講呢，每當每年嘅年28大掃除之後，大家就可以喺屋企度開始貼揮春同埋佈置。唔少家庭呢都會喺呢個時候呢連埋蓮花一齊佈置埋㗎。